在地消息，原来看昨暗伫咧桃园路德永安路受一台游览车，那像因为司机失神，全去弄到停伫咧路边的大货车，造成19个人受伤。公路局表示讲，司机工时正常，无使伤紧，嘛无食酒，也若监理所会搁去稽查，若是有违规，就会依法来个处罚。 游览车正边的车头弄甲密密麻麻，严重毁损。代志发生伫20暗，西索驾驶接送世界先进机体电路劳工去南康公司的时，亲像精神失神，无细地弄到停伫路边的大货车。好在在车顶19名受伤的女移工，拢无性命危险。抵达现场后，发现一辆游览车与停在路边的大货车发生交通事故，而路边有大量的伤病患。 陆续由本局救护车及一辆中型巴士协助患者后送。事故地点就伫桃园市罗德区永安路往中营路上。这个事故弄到力量真大，受伤的人真多。警消为了确保救援空间甲现场安全，永安路实施封锁，现场程度完了后，才解除开放通行。西索驾驶现场酒测值是0，代志发生的原因有待厘清。 开车过程中疑似疲劳驾驶，精神恍惚，不慎撞上停在路边的大货车，导致车上19名菲律宾籍移工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轻重伤。公路局表示，已经要求游览车公司妥善处理相关受伤的人，后手理赔代志。另外，新竹区监理所也伫21早起启动事故立即性加强管理措施，派员到事故的业者公司做安全管理查核。若有违反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的情形，会依相关规定采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